歡迎嚟到連結呢個頻道，我係張師奶。師奶閱閱讀充實心靈。魏斯博士知道輪迴嘅真實性之後，佢開始探討另一個迷人嘅課題：我哋身邊嘅人係隨機出現，定係命中注定嘅呢？隨住催眠治療嘅深入，凱瑟琳回憶起更多每個前世嘅細節。有趣嘅係，魏斯博士發現喺凱瑟琳不同嘅前世故事入面，經常會出現相同嘅靈魂。凱瑟琳今生最痛愛嘅侄女瑞秋，喺公元前163年大洪水泛濫嗰一世，其實係佢臨死前緊緊抱住，最後一齊俾洪水浸死嘅親生嬰兒。而另外一個前世入面，用刀割斷凱瑟琳喉嚨嗰個殘暴士兵，竟然就係佢今生嗰個酗酒喺精神上瘋狂折磨佢，令佢痛苦不堪嘅現任男朋友史都華。最令魏斯博士震驚嘅係，喺其中一世一所古老嘅學院入面，魏斯博士自己竟然係凱瑟琳嘅導師，喺靈性道路上引導過凱瑟琳。大師透過凱瑟琳解釋，靈魂會成群結隊咁轉世，我哋就好似一班演員喺唔同劇本入面換上唔同戲服，扮演唔同角色，有時係父母，有時係仇人，有時係愛人。當中嘅目的只有一個，就係互相成就，完成未了嘅業力。呢個就係靈魂伴侶嘅真正定義。緣分呢兩個字實在太過輕描淡寫，現正上演嘅呢出人生劇場，所有對手其實都係我哋老早就認識嘅特約演員。